向比较不一样，正式。 Aku tamat ini.是我们的侄子英明，或是林志玲没有文字，没有书写的这个故事，所以用口传的方式，把我们的故事、把历史用诉说、用唱的方式走下来，刚刚是走向了第一年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场之歌，今年的主场之歌《秦岭上》。